主后2022年6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咱抱基督有喜乐。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恁着靠主来欢喜。我阁讲起以前所写的，对我并无麻烦，对恁却有帮赞。着注意迄阵狗，注意遐个做歹的人，注意遐个家己挂上身躯的人。其实，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。咱通过圣神敬拜上帝，夸口基督耶稣，无外靠外表的礼仪。若讲要外靠礼仪，我嘛会。若有人想讲伊会当外靠礼仪，我搁较会。我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，是以色列人，属便雅悯支族，是纯粹的希伯来人。对守律法来讲，我属法利赛派；对热心来讲，我是教会的迫害者。对守律法来正做义的标准来讲，我拢无啥物通嫌。毋过，以前对我有利益的，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甲伊看做损害。毋若安尼，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失，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。为着伊，我放杀一切，看万事做粪扫，是要得到基督，完全甲伊结连，无阁有迄款靠家己守律法来得到的义。我现在有的义，是通过信靠基督。通过信靠基督，嘛通译做通过基督的信，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。我所爱的是认捌基督，搁体验伊给我的大能力，甲伊做伙受苦，经验伊的死。愿望大家嘛会当对死过活。以上。真侪人伫世间打拼工作，追求成就，却无法度有永远的快乐。即款的追求，就好亲像是人伫努力追求奖赏。演艺人员希望夺得金马奖，运动员愿望夺得冠军、金牌等等。总是这一切的奖杯、奖牌，敢真正会当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求？假使会使，捌荣获金马奖的影星张国荣，为甚物会跳楼？搁捌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海明威，为甚物举枪自杀？保罗过去掠做真通夸口的逐项优势，伫拄着基督了后，全部改观，就好亲像是过去掠做是会大起的逐种有利投资，煞因为认捌耶稣基督，就反做逆势操作，甲过去有利的别人看做成功的，家己掠做骄傲的，全部等现杀。过去伊拥有的先天优势是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，伊有宗教上的纯正，也是出自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。
也就是以色列头一个王扫罗出自的便雅悯支派，这是咧强调伊血统上的纯正。毋但安尼，伊也靠着后天的努力苦修，诚做完美的律法主义者，也诚做敬虔的法利赛派的人。毋久后来伊醒悟，将这一切拢做是已经过去啊，也袂互人有喜乐，因为真正的喜乐是拥有耶稣基督诚侪性命的至宝。世俗的价值观总是会安尼甲咱讲，毋通输伫起跑点，毋通诚做第二名，借着拍拼工作，佮完成超过极限的自我要求，就当赢得别人的喜悦甲赞赏。若是我有几力去教会，认真守上帝的律法诫命，出钱奉献搁较济，就当得到上帝的喜悦甲祝福。咱若一旦安尼想安尼做，骄傲就会渐渐进入咱的内心，互咱掠做家己啥物拢有法度，只要靠家己的努力真诚，就会得到别人甲上帝的赞赏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甲这个过去家己追求，别人也赞赏的成就，当作是有损害的，甚至甲这个物件的价值看作亏损，看作是粪扫的原因。因为保罗已经得到伊生命中上宝贝的至宝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保罗讲伊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，因为伊认捌经验着互人生命意义甲价值的，就是为众人放下性命的耶稣基督。因为认捌耶稣基督，互保罗经验着无比的疼，这份疼也互历世历代的圣徒舍身背十字架，紧紧跟对耶稣。耶稣讲，天国嘛，亲像一个生意人，在找水的珍珠，伊一个找到一粒真价值的珍珠，就去卖一切所有来买迄粒珍珠。马太福音13章45节到46节，听可能无值钱，却是无价之宝。轻看主会疼的人，甲伊当作粪扫，顺手ฮ็掉；会晓珍惜这份疼的人，将伊捧踮伫手里，看做是无价珍珠，诚做一生喜乐的泉源。默想，我生命中上重要的是甚物？我生命中上重要的是甚物？我的生命爱倚靠啥物来得到满足？我的生命爱倚靠啥物来得到满足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明白，莫简单想要倚靠一寡通夸耀的事物来满足家己，煞无安然甲你结连。主啊，求你诚做我生命中上宝贝的喜乐泉源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心灵拢勇健平安。